6月7日，永久的希望。絕大多數人與生俱來都有豐厚的慾望本能，我們常常任由這些慾望遠遠超出原本應有的界線，這也是人之常情。當慾望盲目牽引我們，或是我們任性地向生命索取過多不該有的滿足，我們偏離了上蒼期望我們此生應有的完美生命樣式。這正是衡量我們人格缺陷的標準。若願意直白來說，也可以稱之為內心的執念與過錯。12步驟和12個傳統第51頁。從這段話裏，我看清了自身疾病的本質，也找到了康復的道路，更看見了一生不變的盼望。AA 最寶貴的意義，是讓我們知道在上蒼的帶領下，人生可以變得美好。走在 AA 的路上，生命只會越來越豐盛，過往的理解慢慢成為事實，心中的理想也逐一成為現實。珍惜今天，就是把握永恆。自從走進 AA 的那一刻，我的心再次充滿陽光，上蒼一直行走在我生命眼前。